網上啲人話廣東都好多有錢人㗎喎，又唔係冚唪唥廣東人都有錢。廣東本身貧富懸殊都好大下㗎啦。廣東21個城市，淨係得珠三角嗰5個城市係可以啊，其他城市都係窮到窿㗎咋。唔係啊嘛，廣東 GDP 年年第一喎，有錢人聚集地喎。廣東省 GDP 係第一，但上繳嘅錢都全國第一喎，齋上繳嗰個養老金都佔全國嘅差唔多50%啦。廣東3級財政。一個廣東省都養掂咗成大半個中國啊！廣東省唯一對唔住咧，就係自己粵西粵北嘅兄弟。點解咁講啊？睇啲粵西粵北農村，有啲都住緊泥屋㗎咋，有啲仲誇張，前2年先通自來水嘅，真係幾年都冇變化。前2年先通自來水，有冇咁落後啊？你鋪華發咧，你未去過，你唔知啫。你睇廣州、深圳路邊花花草草，一年換幾運啊！啲路拆完又整，整完又拆。有幾何去關心下粵西粵北嘅兄弟啊？咁冇人去理，冇人去發展嘅咩？窮在鬧市，冇人問啊！你睇下之前廣西白色嘅水災，如果換喺廣州、深圳，1、2日都同你搞掂佢啊！咁都係發展慢，都係時間問題啫。係你咁諗就好咯。點解廣東嘅貧富懸殊咁大？係因為廣東有錢就去援助其他省，有多餘嘅錢嘅話，仲不如益下啲粵西粵北嘅兄弟。